是咱镜头过来看香港这趴大火。香港新界东北边大埔鸿福苑啊，这是一个集合式的大楼社区。昨下晡发生严重的火警，社区啊总共有8栋大楼啊，每栋有31层楼高。这起火点嘛是 F 栋的凤昌阁，因为你咧整修，你画面你会当看到吼，烧起来乌乌的所在，迄就是竹饼啊，甲防火网，这竹饼啊一着火啊，哪拢有网啊嘛对咧烧，烧扬起的火网啊，去风啊一口啊，隔壁栋嘛着火，煞总变成一个大楼外口着火，烧入去大楼内底，而且火烧连营，也就是对咧烧，烧袂完的情形。目前来算啊，造成上无55个人死亡咯。鸿福苑关楼桥美火燃甲红记记，大火甲规栋大楼拆正落北。乌烟呛起伫天顶，火毋能烧毁外站片刻，嘛烧入民众徛街，规鸿福苑社区拢变做一片火海。真侪消防人员拢赶到现场救援，透过分推车装水，想要控制火势。不过这一场大火烧甲真急个紧，真侪民众得伤，无看到亲人拢急甲扑不跳。所以我睇住佢由第6座燒到第5座，一路燒過嚟，佢都唔淋水，我都唔見有啲消防去射水喎。我哋而家真係好慘啊，都唔知想點啦而家。我入去一棟就連續燒咁樣就燒到跟住爆炸，一直爆嗰啲嘢落嚟。香港大埔鴻福苑社區昨下晡發生嚴重火警，互上少44人過往。着火的鴻福苑社區攏總有8棟大樓31樓高，着火所在就伫咧 F 棟鳳昌閣外壁竹坪，所以火燒到 E 棟的豐泰閣其他大樓，其中上外圍的 H 棟豐志閣嘛去火燒着，加在火真緊就爆發，受到影響的程度上細。消防人員走到豐志閣內底，透過天台向邊嘅大樓撞水拍火。心情都唔知啦，見步行步啦。依家諗下今晚喺邊度瞓覺啦，因為應該都翻唔到屋企㗎啦。鴻福苑火警燒超過20點鐘，真濟民眾去救出來時，就已經斷氣。家屬前往人士攏扣緊兩腳。我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，對死者家屬同埋傷者致以深切慰問，係支援善後。跟住，我哋會作全面嘅調查。香港警察伫咧上可能甲工程人員食混附關係，已經掠到3位嫌疑人，除了專力救災，賣調查大火嘅關係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